大家好，今日喺深圳有一個跨越千年枝繁葉茂嘅傳奇家族，佢係深圳廣府紋，係入面最古老嘅姓氏望族之一，就係南頭鄭氏。今日我哋就由姓氏起源、千年南遷、開基先祖到五大房分支脈絡，同大家完整梳理一遍，睇清呢個深圳千年望族嘅發展史。一、姓氏起源與千年南遷脈絡。南頭鄭氏嘅先祖根喺河南滎陽，係正宗嘅中原名門望族。鄭姓最早源自西周姬姓，周宣王將佢親弟即係鄭桓公封喺鄭地，即而家河南新鄭一帶，正式建立鄭國。到春秋時期，鄭國俾韓國滅咗，鄭國公族嘅子孫為咗紀念故國，就以國為姓，鄭姓自此一代代傳落去，散居喺中原大地。魏晉到隋唐時期，鄭氏發展出頂級郡望滎陽。鄭氏位列古代五姓七望頂級氏族，歷代名臣、宰相、文人輩出，家族榮耀延續咗千年。所以天下鄭氏好多都以滎陽做堂號，傳承家族文脈。同大多數嶺南望族一樣，鄭氏經歷過兩次大規模南遷，最後紮根深圳。晉、唐代因戰亂如安史之亂等，中原鄭氏族人南遷到福建莆田等地。到咗宋代，福建鄭氏繼續向南落腳喺廣東南雄珠璣巷，成為入粵鄭氏嘅一個重要源頭。而南頭鄭氏同深圳嘅千年緣分就始於北宋一位進士。北宋熙寧3年，即係公元1070年，南雄府寶昌縣寧江進士鄭柏鋒，字允中，官拜朝鳳大夫，世人尊稱佢做鄭朝鳳。佢環遊嶺南，途經東鑑，即係今日深圳南頭一帶，見到呢度山明水秀，水陸通達，又宜居又宜業，就決定喺度立村定居，開創東鑑鄭氏，成為南頭鄭氏嘅一世開基祖。為咗立足嶺南，融合本土族群，鄭朝鳳迎娶咗南頭倉前村畲族望族黎氏嘅女仔。呢段亦係深圳有史可載嘅早期漢畲融合佳話，為鄭氏紮根南頭，奠定千年基業打下咗堅實基礎。鄭朝鳳同原配雷氏沿合葬喺龍井松柏嶺虎營地，後來墓地因為挖山取土被毀，後世後裔喺佢個仔墓側邊起庭永久紀念。而三代先祖奠基，孕育鄭氏五大房。南頭鄭氏頭兩代人丁單薄，一脈單傳，經過三代積澱，先至迎來家族繁盛。一世祖鄭朝鳳生一個仔鄭武庵，又叫鄭直武，官至宋朝議大夫。佢同妻子李氏合葬喺今日南山區光前村直武嶺南坡，係珍貴嘅宋代原葬古墓。呢座古墓經歷咗千年滄桑，墓前原有嘅宋代石墓表喺上世紀60年代損毀咗。1985年，深圳博物館考古人員喺度採集到宋代雲壇殘片，印證咗墓葬嘅千年歷史。1994年，鄭氏後人重修鄭武庵夫婦合葬墓，同時起咗鄭柏鋒紀念亭。2003年，呢座墓被列為南山區首批區級文物保護單位。2008年再修葺一次，加建碑亭、圍牆、台階，重立北宋墓標，完整恢復咗呢處千年古蹟。二世祖鄭武庵同李氏生咗個仔鄭南浦，官拜宋宣教郎，葬喺黃田村南浦江。為咗延續家族發展，深化本土融合，鄭南浦延續祖輩傳統，同樣娶咗倉前雷氏做老婆。同祖輩單傳唔同，鄭南浦生咗5個仔，佢用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為5個仔改名，五大房之脈就係咁誕生。鄭南浦亦被尊為南頭鄭氏五房祖，佢座墓叫做五房墳。而家深圳、香港絕大多數南頭鄭氏後裔都尊鄭南浦做直系開基祖。三、南頭鄭氏五大房分支詳解：長房、人祖房，人丁最旺，分布最廣。先祖鄭仁，字之微，宋八貢元，娶李氏，生仔鄭恩，墓葬喺牛笏洞月角營地，聚居村落，向南村、塘朗、沙尾、大院、花屋巷、大涌、圍仔、廳巷、胡套、榕樹角、庵前、西涌、黃田、大圍、巷頭，
珠江頭。同時，東莞都有少量人祖房支系代表人物，明代鄉賢鄭文炳、花屋巷人，萬歷年間貢生，歷任廣西、懷縣、容縣、來賓之縣，平定邊疆匪患，著有《葵亭集》。向南村鄉賢鄭潤，終身教書育人，心繫鄉子民生，多次為地方大事建言，俾族人尊為長者。清代鄭文光，向南村人，任大彭營千總，戍守深圳海防，為國捐軀。清代鄭雙英，西涌人，官至結石鎮總兵、水師中軍參將，獲御賜獎武金牌，封一品鎮威將軍，係南頭鄭氏官職最高嘅武官。二房、二祖房，文墨興盛，文武兼備。先祖鄭義，字之網，宋宣教郎，娶王氏，生子鄭國定，聚居村落福田下、梅林村、間頭、龍崗圍、格涌、龍華部分村落，以及東莞山兜、大朗鄭氏支系。代表人物明代鄭敬，梅林人，正統7年進士，官至山東按察副使。勤政愛民，鞠躬盡瘁，40歲就滿頭白髮，深受士林敬重。族人鄭吟封懷縣將軍，佢細佬鄭就官至奉議大夫，兩兄弟文武雙全，名重一時。宗族俗事，二祖房曾經留低一段好深刻嘅家族教訓。六世祖鄭孟端因為荒廢家業，唔小心遺失祖傳宗譜，搞到本支派系脈絡散亂，溯源困難，俾族譜記載為本族之罪人。亦都正正因為呢場遺憾，令後世鄭氏族人更加重視族譜修繕同傳承，世代悉心守護家族文脈。三房、禮祖房，宗族核心，官宦蟬聯。先祖鄭禮，字之己，宋義府簽，娶歐氏、丁氏、爵氏3位夫人，育有4子：子期、子介、子瑞、子聽。墓葬喺今日香港新界九都大井村，核心地標南頭涌下村係三房總祠堂，南頭鄭氏大宗祠所在地。呢座宗祠歷史意義深遠。1925年寶安縣農民協會，1926年第一屆中共寶安縣委都喺呢度成立，係深圳重要嘅歷史舊址。聚居村落南頭涌下村、福源村、大涌村、新塘、街邊、上堡、西鄉、沙頭、莊邊、大棚、石橋頭、南塘，以及香港新界元朗大井村、東莞多地鄭氏代表人物。清代鄭佐，任雞州營守備。鄭瑞，官至福建安平協副將。鄭廷書，出任江蘇蜀陽縣知縣。鄭道雄，清道光5年舉人，封通奉大夫。佢個仔鄭祖台，咸豐5年副貢，歷任廣西恭城縣知縣、新寧州知州、南寧鹽部府，一門4代文武仕宦，家族功名蟬聯不絕。四房、字祖房，產業興盛，心繫故土。先祖鄭治，字之章，宋朝議大夫，娶王氏，生仔鄭神佑。墓葬喺水口龍井山隔岸閉張。宗族特色，自祖一房，產業興盛，家底豐厚。先祖心念中原祖籍，特意起咗座古塔登高，遙望故土。而家西麗上村重留低古塔地基，周邊田地都係自祖遺留祖產。聚居村落田下村、西麗劉仙洞村、上村及西麗周邊自然村。東莞、虎門、長安亦都有4房支系後裔。代表人物明代鄭維仁，官至明威將軍，係4房代表性武官。五房順祖房外遷繁衍，開支域外。先祖鄭順，字鐵山，宋成教郎，娶吳氏，生仔鄭雲，原葬喺南頭。後世族人遷葬到黃田藝地。宗族特色，五房係鄭氏5大房入面唯一大規模外遷發展嘅支系，深圳本地後裔好少。聚居村落核心發源地係中山3鄉平南鄉、平南田堡、沙灘、雍麥等。中山平南鄭氏大部分都源自南頭順祖。深圳德沙井、松江有零星後裔分布。代表人物雍木村嘅鄭觀應，清末民初著名嘅實業家、教育家、啟蒙思想家。佢本著作盛世危言影響好大。4千年望族總結。
從北宋熙寧3年（公元1070年）鄭柏峰落戶南頭立村，到而家南頭鄭氏喺深圳紮根差唔多1000年。家族由最初2代一脈單傳人丁單薄，到仁義禮智信5大房開枝散葉，遍佈深港皖中山多地。仁義禮智信唔單止係5位先祖嘅名，更加係鄭氏家族貫穿千年嘅家風底色。千年以來，鄭氏族人深耕深圳故土，融合本土文化，文武輩出，文脈綿延，唔單止繁衍出幾十個鄭氏村落，更加見證咗深圳千年嘅山海變遷同人民發展。而家鄭氏子孫遍佈海內外，但根脈始終深植喺南頭呢片土地。好啦，南頭鄭氏5大房嘅故事就講到呢度，各位仲想知道邊啲家族歷史呢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分享。我係家字仔，每一條村都收埋一段值得回味嘅歲月，用心記錄，只為留住這代代相傳嘅薪火。你想睇邊條村？話俾我哋知，我哋去幫你揾故事。如果你中意呢份用心，麻煩大家點點關注。深港家字同埋深圳家字，約定你，我哋下一村見。